煮肚雞啊？點解來啊？黐一分。要醬啊！你扭尺嘛？扭緊嘛？點解扭緊嘛？民以食為天啊，要切先啊，叫來得越多啊！煮肚雞啊，黐一分。突然間而家咧，你睇煮肚雞，咩煮肚點解放喺雞度點咧？都唔知道啦。嚟我先講。煮肚雞，可唔可以唔日酸先啊？胡椒味，睇甜味，睇我用生糖嚟喎，生糖啫，啊！你配到好跳啊，係點搞啊？嘿呀，幾多嘢料！要6.8度，來買下胡椒不貴。來，參加。磨床啊，挖挖啦。磨床啊，雙挑、雙牙，好甜味，點啊？因為毛肚咩煮肚，哇！呢啲香燒嚟喎，擺肚都識啊！請影我呢度，碌縮嘅。掃码進來了，第三個掃碼，聽埋邊套嚟講，是掃乜啫？有講600一啊，900一，好啫。